好久哦。喂，放地上。放地上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下烂呢。我是不是要回去啊？你不要走，你现在不要移动。对啊，你不用走啊。我要坐，怎么那么久啊？那在那个温泉的怎么办？对啊。好久哦。他跟主训在房间的。他在房间里。他现在已经没有视讯，没有那个啦。